艺术水阁好，搁请解说2句啊，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来讲迄天我去找阮知己的，但即马观众朋友拢知啊，阿国啊，因为伊的名甲我同一个国，咱北部电台名主持人。我入去到伊的保姆室尔，伊讲郭晶啊，我电台拢交代好啊，我着明仔载要带阮某出国，自明仔载开始，你甲我代班主持1礼拜哈。我讲兄哥，人咧讲好驶牛也着牵呢。我搁较好用假，你嘛着爱先甲按算。啥物讲自明仔载开始甲你代班1礼拜，我时间无法度调度呢。伊咧讲来，你坐落来，我即拍。正讲3万的，我知啦，这2万毋是迄2万啦，慢哪来万啦？对啦吼，社会大家拢咧讲啦吼，3万的茶先啉落去，好驶牛也着牵，我有按算咧，将礼盒摕出来，讲这真正阿里山的冠军茶，毋是臭单讲3万的，毋是呢。郭经理，互我高情拜托一下好无？好驶牛也着牵，就是讲这个人更较好用价，你原来着爱甲伊照步来，我将礼盒甲伊塞翻头，我讲大兄。咱做人兄弟啊，咧交陪一个起毛子，毋免礼盒。我是讲，你有甲我先按算，甲我照起工，你甲我交代，我绝对互你好用价嘛。结果阿公兄煞甲我赞落啦，讲吼，啊万不离吼，阮某甲我出国若欢喜，伊要去别国佚佗，规气你互我高正啦，莫讲1礼拜，未来这1个月拢总互你代班主持我空中电台的节目啦。我来甲伊，我讲兄哥啊，你毋真正心肝较大过牛气，我因你这项后壁你要继续甲我交代5、6项。咱知影，人的心肝哪有可能比牛的戏搁较大？毋是讲心脏有啥物个性、有啥物病症，毋是。这句话咧讲大心肝是咧比拼贪心。咱一年1礼拜啊，啥物讲伊甲交代讲，规气1个月拢反复咧做，心肝有影较大过牛戏。我讲兄哥，你着爱想呢，想讲我解文说理，每工咧做新节目，我爱认真听、认真看，甲节目录好，真侪时间咧用伫咧电视呢。伊说答应，讲你免烦恼。我甲恁解文说理电视的制作人，原来拜托好啊，伊来甲你做伙主持，吼！我就甲讲啊，讲大哥，你真正牛鼻唔牵，要牵牛尾呢。所有做过电视节目的人拢嘛知，主持人世间都上惊制作人呢。啥物讲你去拜托阮制作人，甲我做伙主持电台的节目，这叫做啥？牛鼻唔牵，要牵牛尾，这句话就是讲吼，代志倒头做啦。阿公兄才头壳摇摇讲，咧我毋着头路做定谈，无毋对。这站故事，国情就是咧讲，用牛做比拼，真技巧、真艺术的台湾俗语。